今仔6月7日是中国天安门事件36周年。台湾有侪侪民间团体做伙开记者会，批评中国政府打压异议人士，用尽办法渗透台湾。因呼吁台湾社会要爱重视台湾的内部危机，来守护台湾的民主制度。铭记六四，铭记六四，坚持人权，坚持人权。 1989年，中国的学生伫咧北京天安门争取民主自由，刷起中国共产党镇压有几千历史上。中国历史天安门事件到当已经36年，台湾侪民间团体联合举办记者会，谴责中国的威权，声援中港澳的良心犯。亲像香港医传媒创办人李志英，也佮有真侪去互共产党长期监禁的异议人士。民团主张释放这的政治良心犯，嘛希望国际斗阵来关注。我们呼吁释放王炳章。 释放黎智英，释放所有的中国政治良心犯。中共的一党专政是反人性、反民主，也是导致亚太局势不安的根本原因。这几年，台湾有中国间谍案，伫咧路宁也有中国人士直绑台湾的校园。民团嘛指出，面对中国的威胁，台湾的立法院佮提检国防预算。民团批评中国用各种方式要渗透台湾，嘛呼吁台湾社会爱重视咱的内部危机。立法院 已经成为境外敌对势力攻击的新战场，也封杀了民主与国防预算。台湾得来不易的民主宪政正遭遇空前严峻的重大威胁。民团强调，历史天安门事件是中国追求民主自由的历史空碎，伫台湾纪念历史是徛伫维护人权和自由的坚持。民团呼吁面对中国政权对台湾主权的威胁，台湾人一定爱美醒，同齐来守护咱侪民主前辈流血牺牲，才争取来的民主制度。记者卢尚祖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